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霸財。今日同大家介紹我哋 AI 專區嘅另外一個功能。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咧係呢一個自算中樞嘅功能。咁首先我哋去翻我哋嘅一個主界面啦，睇翻到上面有一個 AI 專區嘅一個欄目，撳一撳，點翻個自算中樞，咁就會彈出嚟咧咁樣嘅一個畫面。咁首先我哋介紹下啦，呢一個突破位漲信號啦，佢會有相應嘅股票咧入選到我哋突破位漲信號嘅呢一個界面嘅。咁大家會見到有好多嘅呢啲方卡片代表唔同嘅一個股票咁我哋咧只需要去留意翻佢入選我哋嘅呢一個突破位漲信號嘅呢一個突破位我哋可以咧視為係一個買入嘅一個位置即係咧你會見到喺個綠色點呢一個位置突破呢個位置咧，我哋可以視為係一個買入點咁下方咧，佢會俾翻到一個支持止蝕位俾你嘅同時啦，上方亦都會俾到第一阻力位、第二阻力位，你可以咧因應個人情況咧，適當咁選擇食糊或者係減倉嘅咁主要咧，我哋可以根據翻入選嘅一啲股票咧去做翻相應嘅一啲嘅操作好啦，咁再睇翻個潛在回報咧，其實就係啦，去回顧翻我哋入選咗之後咧，佢潛在嘅一啲回報咁譬如話咧，你可以見到呢個 MTRN 咧突破位，假如話我哋買入咗之後咧，佢俾咗個下方嘅支持位俾你跟住咧，你會見到個股價啦上升到去一啲嘅阻力位當中，你可以選擇減倉或者離場。咁到目前為止，亦都有一個潛在嘅回報俾到你睇。好，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一個自算中樞嘅一個功能使用方法。用霸財投資更美好，立即下載免費體驗吧。